安平开台天乐宫迎接2021年郑成功迎请妈祖渡海开台360周年的纪念，举办系列活动。新春期间，邀请刘聪慧甲徐玉梅翁仔某共同以水为主题，举办彩墨创作联展。这个是在咱的疫情中间相当有意义的一个发展，因为伊的主题是水，含土地，含咱石头这个无形之间的那个感情，跟它的起落，互咱会当来遮好好静思，甲咱的心情甲沉淀下来。在这个疫情的冲击的时阵不要再往那个压榨啦，受过迄个环境来影响咱的生活。所以这个活动相当的好。其中刘聪慧老师以台江蓝琴，将安平的土地甲水为主题，穿插伫个现实甲历史之间，讲到台湾的黏土情怀。而徐玉梅老师则是以水饺精研的永久甲流行的对话，将淡薄太鲁阁的水饺透过画笔描写伊的动静甲气息。一开始我画图我拢有一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我当时就是这个主题画煞我就无搁画啊。唯一我会继续搁一直画，就是安平甲台江遮。就这个主题我已经安尼延续画1、20年啊，甚至区长佮交代我讲，佮用余光岛、余光六景，佮做一个主题，佮再画类似像这个6张的连作，这6张的连作我就是用安平的土地，甲安平的水的关系，甲伊做一个时空上面变化的一个叙述。所以拢用对比的，就是讲消长聚散惊喜潮汐，这个垂直这个变化用安尼来做表现。发现我们这些台湾我们上这些石头都是有千万年的历史啊，那会觉得我这些石头让我有一些感动，就是说它是在这么样多时空变化里面，它一直长存，然后展现它的坚固啊，它的美。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对花东的这是太鲁阁这些的水跟石头产生一种很深的情感，觉得水石的缘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好像一种。我们有时候是萍水相逢，可是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次的彩墨联展对今日起一直展到2月底，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握机会到安平开台天乐宫的香客大楼来参观。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